怎么切身了呀？夫人没回来，你怎么先回来了？哎，在装？信不信我再抽你？夫人说，老爷今天没人服侍，让我先回来。走。都是妾身不好，让你独守空房了。干嘛？里边先不更，洗完澡再说。手，摸哪儿呢？夫人说要过2天才回来，让妾身好好服侍夫君。我今天又是赶路，又是应酬，又是训练的，累得我腰酸背疼的。你给我摁。好的，夫君。好好说话，好好的学人家干嘛？夫君不是喜欢夫人的样子吗？妾身在学习呀。夫君你不喜欢吗？我当然不喜欢。平时好好的，改什么风格，跟什么风啊你？那妾身又不讨夫君喜欢，当然要学别人的样子喽。谁说我不喜欢了？你先跟我说说，你跟陈家商量的怎么样了？花露水的事我都交给你了，你可别马虎。还学会耍脾气了是吧？哎呀，要说喜欢呐，老爷我最喜欢你了。快给我讲讲合作的事儿啊，乖。不一样的，妾身要的是夫人那一种，夫人是哪种啊？就是那一种。哎呀，胡闹，不说算。哎，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洗洗睡吧。不嘛，夫人让妾身好好服侍夫君。夫君，妾身还没跟您说花露水的事。哎呀，要说你就好好说吧，你这样腻在我身上，我没法思考了。夫君，你不知道，你一走，陈家就改了条件，他们欺负我监视上。什么？你没跟夫人说吗？夫人不管吗？夫君，你别生气，这事儿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。你今天累了一天了，咱们上床上慢慢说。二女应该到家了，也不知道和夫君睡了没。哎，你别哭了，你快说，我没死，还有人敢欺负我们家的人？哎，你快说，陈家到底怎么欺负咱们了？陈家怎么切身了呀？妾身听不明白。那不都是夫君跟他们说好的吗？妈的，被这丫头算计了，敢骗我上床，这是诱奸！夫君，你看妾身新绣的牡丹花，好不好看？哎，我去，别闹了！你再过来，我抽你了啊！哎，你干嘛？哎呦，你洗脚了吗？臭臭的，你去洗洗去。臭臭的吗？夫君的心跳得好快呀！二女，你给我正经点。你今年快15了吧？你明天去把抓髻挽了吧，跟夫人弄成一样。夫君，哎，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我真抽你。就给你个名分吧，明天你把衣裳、发髻都换了，今晚就睡这儿吧，不许胡闹。再胡闹我可真生气了。那夫君不是说给妾身名分吗？名分可以给你，实际的现在还不能给。你才多大呀？我这是保护你、爱护你，万一你不小心怀孕了，再弄个1尸2命，我多伤心啊！你再好好长几年，好好发育发育再说，明白吗？那妾身明天还换不换装束啊？换吧，折腾这么半天，总得给你个说法。以后不许这样了啊，弄得俩人都难受。夫人那边你别管了，我去解释吧。夫君。哎，你怎么又来？哎呀，好了，你给我好好的躺在这边，把被盖好，不许乱动了啊！
二女，二女，这丫头刚转正就不务正业，回头我非得抽她不可。先把筷子给我。哦，来一请药。二女呢？啊，不知道呀，一大早就在房间待着呢。这丫头，回头我非得好好收拾她不可。你去吧。哦，是。夫人不在，你们就敢偷懒了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快给我撤！哦，是。夫君，他们做的不够好，妾身去厨房监督他们重做。这个丫头片子连这个都知道，学的还挺是那么回事儿的。看来她已经把禽兽这个称号死死的扣在我的头上。走走走。子豪兄，你发明的那个足球啊，爷爷很是欣赏啊。他跟同僚们一块商议，要将此球大批量生产。从今往后，无论大小赛事，皆用子豪兄所发明的足球。子豪兄此举真的是功莫大焉呐！哎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啊，你还傻站着干嘛呢？去给我们俩煎壶茶吧，去吧。嗯，是夫君。啊。收房了？不用你管。说正事，说正事。也好也好，说正事说正事。妈的，这屎盆子是摘不下来了。那明日一战，子豪兄可有打算呢？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咱们不无胜算。真有胜算啊？真的呀。关键是我们要把握好战术战略。从你给我昨天的那个资料上面看，分析了一下。番禺队有几个技术体能都特别出色的核心球员，而他们的战术就是根据这几位球员来定制的。番禺队今年一共输了6场比赛，其中3场是因为防守型球员乌索缺席，还有连输了2场是因为攻击型球员苏宁缺席，还有一场输的最惨的，净输别人6个球啊，是因为苏宁和乌索全都缺席，所以你明白这其中的玄妙了吗？团队意识差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，一定要尽快纠正才行。还有，明天的推演，就是为了让那些球员能在球场上懂得各司其职，这样才能发挥我们团队最大的凝聚力。我说你且慢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听得云里雾里的，需要些时日来消化。明天就比赛了，咱们聊点实际的吧。哎呀，这事到如今，也只能懂得临时抱佛脚了。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嘛。你还记得那天球场上训练球员们打起来的事儿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哪壶不开提哪壶？不是揭短，是就事论事。哦。哎，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好比现在我是踢人的人，你现在就是那个挨踢的，疼不疼？没感觉。没感觉怎么行啊？那我该怎么办吧？这样换过来，你踢我。哦。哎，轻点，轻点，轻轻的，我腿断了啊！哎，你怎么这么狠？我没使劲啊！你不行，夫君，我站不起来了。哎呀！哎，好了，别打了。你装死啊？这个叫假摔。你试想一下，
如果场上裁判看到此情此景，会作何判断？他肯定是先把那个踢人的把他罚下场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像一个英雄般的站起来，返回赛场。高，实在是高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一定要像英雄一般的站起来，像一个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。这其中的表演，就要靠你自己揣摩了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衰10年交啊！多谢子豪兄赐教，我这就传授给兄弟们啊。好玩吗？想看球吗？明天带你去。夫君。哎呀，好了，松开，不让抽你了啊！